目前为止，这场暴力攻击的事件是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罗总统今仔日除了去病院关心，阁指示检警都要调查彻底。政府嘛伫咧公共场所加强部署警力来保护民众。 总统赖清德挂喙暗伫台大病院院长余中林甲卫福部长周仲良陪同下探视送来救治的伤者，并且慰问家属，也阁哀悼不幸罹难的民众。总统也对伫即阵惊人的暴力攻击事件中，真勇敢救人的人来表达感谢，也阁有敬意。奋勇阻止歹徒进一步攻击周边民众的人表达感谢跟敬意。 你们展现的英勇的行为，令人钦佩。两个送到台大病院的伤者，其中57岁男性倒病胸坎，碰擦到大量刺血不幸死亡；另外一个32岁男性是倒病的颔棍受伤，均是无性命危险，收治伫加护病房。在初步缝合，那没有伤及呢内部的一个器官了，那所以目前呢在加护病房里面呢，那状况非常稳定。那同时呢，那神志清楚，那稍微疲惫，那应该是无事。 赖总统煞来到北市联医院区去探视，即摆除了指示检警调单位爱深入调查，这个歹徒的背景、犯案的动机，是毋是共犯，是毋是互人指使的，也讲政府会以这个代志为警戒，伫公共场所也阁有人较多的所在来加强部署警力。一定要加强部署警力，而且快打部队，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功能。 让民众可以得到保护。赖总统早起11点到警政署甲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听取专案进度报告。警政署长张永兴讲，嫌犯一连串的犯罪行为是对下晡3点40分开始，一直到伊对楼顶摔落来6点50分结束。伊2摆放火甲献烟雾弹，并且几啊摆夜倒来攻击民众。他是依照他的计划来做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 那我们也连夜查访我们这个张姓嫌犯的，包括父母亲、哥哥了解这个嫌犯跟家里已经2年多没有联络，嫌犯自幼就对枪支武器就感到兴趣到早起6点半统计，即摆袭击事件总共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分别收治伫湘北的10间病院。救援医院有6个人继续留伫病院，其中2人伫加护病房。记者综合报道。